后来今年的气候温暖，台北市内湖出产的草鱼芳甜好食，市长郭文摕化身做最佳的代言人。也毋过媒体关心的也是科芬俱乐部协会就要成立了，郭文摕是毋是会伫6月就会来宣布选总统？ 草鱼贵到啊！台北市长郭文摕坐接驳车上山，民进党市议员郭家如传草鱼伫等伊，两人做伙食草鱼以外，佮做草鱼果酱。空气中充满着芳甜的气味，煮线佮配优格，郭文摕食甲真有滋味。也过文化大学大典馆违建要安怎处理？副市长做法引起争议。 因为原本不准补照，现在拉长到半年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如果现在还有很多要补的，看就要给他一个时间把它补完。不过我想这个还是他们在拟案嘛。另外，2018甲哪敢的合作，原来早就安排甲王金平会面啊。还好的，后来他说因为3月7号要宣布，所以他说太敏感，那先取消，不然本来就有排啊。韩国瑜今天下午要来台北，你要跟他见面吗？我根本不晓得有这个支持者俱乐部协会要成立啊，感觉不是为着总统大选，郭文摕有解说。经过科粉俱乐部协会这样的一个名称吗？没有，那个 FB 叫柯文哲的超过30个，也没有跟你打过招呼啊。但因为他们的目的其实还蛮明显的，会不会有一种最后你是变成赵匡胤的感觉？赵匡胤，哇，你蛮熊啊追。 敢有要挑战总统的宝座？目前为止也未公开表态，看起来要伫观察，就像大嘴咧食草鱼，甚至咧酸甘甜吞入腹肚内。